主愿感谢你的恩典，听堂是阮祝福，互阮伫新年的头一主日，搁一遍有福分伫你的圣殿敬拜你。主啊，阮的日子是伫你的恩典的下面，所以阮过的日子就充满着意义甲祝福。感谢你，互阮珍惜上帝，你互阮伫世间的日子，互阮活出耶稣基督的款式，也会当伫教会甲兄弟姊妹做为见证上帝你的福音。感谢你，愿你的话成就阮的帮赞。感谢基督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咱新年的头一主日，咱大家拢做伙组织敬拜。咱即个台湾人较惯势过旧历年啦，总是新年嘛是一个新的年度，有真侪的公司行号，真侪的这个单位嘅机构，拢是用新的年度来做咱的一个时间的开始。所以咱也要通过今仔日这个主题，甲咱三甲来学习，也是讲三甲来勉励咱安怎活出咱教会的一个特色。所以咱今年有定了一个这个标语。咱这标语毋是挂好看、摆好看，是要咱安怎伫这年来通过主的话来，互咱得到学习。咱的这个今年的这个标题是叫做“健康教会活出听，实践主命传福音”。这个主题，咱一个看就知影什么意思。总是咱的重点是。兄弟姊妹，咱要透过咱服侍机构，咱所推动的圣工，咱个人家己的灵修栽培，互伊会通真正来做出来。咱头一个勉励是讲，当活出听的健康教会，也是讲咱遵守主的诫命，咱要来传福音。这名称，这讲话真好讲，也毋过上起头的点是，上帝将伊的灵赐予咱，这个做前提，这个做起头。若无这个前提起头，咱就会亲像拄则咱的进了执事带咱读的这个启应文，启应文内面讲，若无真爱。我也就是，亲像在弹一落喇叭在响，意思是讲拢假的声音。这个听的源头是对上帝来。所以咱今日是要学习讲安怎实践伫咱的生活中间。所以伫约翰一书4章12节，安尼甲咱讲上帝照着咱的彼此相听，然后互咱有伊的生命带伫咱内底。兄弟姊妹，你注意迄个圣经节的意思伊有一个顺序的，伊有一个前提的，有一个来源即个经节安尼讲，无人捌看见上帝，但是呢，咱若相听，上帝就踮伫咱内面，伊的听通过咱完全实现出来。兄弟姊妹，你甲想一句话，到底是咧讲什么？无看见上帝，毋过咱有听。上帝就入在咱内底就甲听完全实现出来。什么意思呢？是因为当咱有听的时阵，人就会看见咱，亲像看见上帝。因为咱有上帝的生命，有上帝的形象所以要互人认捌上帝，毋是甲伊比天画岛，讲伫天顶，伫倒位，伫倒位，是伫你的身上。伫你的行为，伫你的行做，伫你的讲话，伫你的形象，伫互人对你的看法，这个真正是有上帝形象安尼。所以你会听行出偌济，上帝就踮伫你内底偌济。这是则经节真挑战的所在，也是互咱安尼一生学习袂了的所在。兄弟姊妹，咱会记哩圣诞节时牧师分享的这段经节，约翰福音第1章12节。讲遐接纳伊的，就是信伊的人，伊赐因有权成做上帝的囝儿。你信，佮接纳主，你就是有权做上帝的囝，会堪职叫上帝阿爸爸。所以，咱若接受并相信基督，你已经有这个特权做上帝的儿女。这礼拜，
拜六过来拜六，咱要选举，要选举啦。咱大家拢足关心，大家人相济鼓励讲，咱一定要投这张票哦，这张票足重要哦。其实毋是一张啦，是3张，足侪人毋知影3张什么意思你的确就是爱有中华民国的国民你才有机会通投票，敢毋是？你都爱20岁呢，满20岁才有机会通投票呢。所以你有权，你就能选出你喜欢的总统。选出你意爱的立法委员，佮选出你意爱倒一个政党是你上喜欢的政党，这政党的理念甲你上合，还是讲这个政党的理念甲我的信仰真合安尼？所以你有权是真重要。上帝应允这个权互信伊的人，所以你已经是上帝的囝儿。这个福分你毋通甲伊放下咧，无咧看，无咧注意，真无彩但过来就是讲，好，咱有权做上帝儿女，到时要创啥？是挂一领穿一领背心，讲我是上帝的囝，死过去甲人点安尼，是毋是？兄弟姊妹，做上帝的囝，都要有做上帝囝的款，对毋对？咱做台湾中华民国的国民，咱出去外公咱嘛小可点一个讲，我台湾人呢，毋通歹模样，互人看嘛。所以咱会通。成就咱是上帝的囝，上重要的原因，毋是在于你个人个性偌好啦，你厉害偌厉害，是先有这个，就是咱因为伫圣咱在讲的讲，新的多成肉体，你有上帝的听伫你内底嘛，你有上帝的生命伫你内底，这就是多成肉体啊。咱讲原始的多成肉体是咱的主耶稣。因为伊是全然100%承接上帝的多成肉体，伊正做一个有血有肉的这个人的体质伫咱的地面上是咱的主耶稣。但耶稣上天了后，伊有讲我要找圣神伫恁中间，但伊的圣神伫咱中间，什么意思呢？就是叫做新的多成肉体。所以约翰一书4章13节。讲上帝甲伊的灵赐予咱，所以咱就有伊的生命，伊伫咱的生命。你即个这话有够白对毋对？迄是上帝的灵伫咱才有伊的生命，而且伊伫咱的生命内底。你毋是多成肉体，无是啥物？多成肉体伫耶稣是完全无毋对。100%，但是咱人就是有罪的迄个成分伫咧啦，所以呢，咱的多成肉体我拄仔讲有亲像迄股票指数安尼悬悬低低啦，有时门拢关了拢无去啊。当你做歹也是犯罪的时阵甲圣神关伫外口，你就无多成肉体，你是一个罪的身躯啦。但是你谦卑，你承受上帝的祝福，你欢喜做主的工，照上帝教示来行。你的多成肉体的成分，你看，像温度计一直悬安尼。同款，另外一段的经节咧，甲咱传释，就是约翰福音13章34节到35节，讲咱照着彼此相听，就来见证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这个拄则讲，上帝甲伊的神来赏赐予咱。互伊的生命伫咱，咱能显出伊的生命，这是一个较完整的这个话。但是咱若要搁讲较幼，就是讲，原来你有活出疼啦，你有疼兄弟姊妹、疼家庭、疼亲人，这个疼显明出来，人就知影讲这个就是耶稣的门徒。所以咱一直归纳，你讲我一个身躯是要见证上帝疼，我也无比人较大汉，我也无较缘投我的亏大无比人较大，到底是我是要证明我是上帝的囝呢？上帝讲你都有疼就对啊，你有疼就有所以彼此相疼来见证咱是耶稣基督门徒。咱这段经文原文是安尼讲，耶稣讲我予恁一条新的诫命，恁着相疼，照我疼恁安尼，恁嘛着相疼。上帝是讲我先做模范互恁看，我都疼恁啊。所以恁也着安尼相疼，讲恁若相疼，众人会对这来知恁是我的门徒。所以耶稣讲真清楚，你要表示讲你是我的
我的师啊，你要表示讲，你是我教出来好的学生。咱民间有真侪遐师傅足够吼，足种民间艺术啦吼。啊，有的是咧刻彩，啊，有的是做遐足遐较早的用品，即马拢甲伊当做国宝咧。较早是做生意咧用的啦，对啊。哇，啊，师啊，就去因兜做工做足久。啊，做足久了吼，师傅讲啊，即个会使，啊，即个美角毋对，啊，即个寸尺无够啦，啊，来一件一直修，一项项一直改。来，即个师傅就看即个学生会使一个，讲好，你出去外口食头路开业，会使讲我是某某人会使啊，啊，若无你嘛学袂画，画人讲啊，你这是空包的啦，你草包而已，你吼根本就无学着我的功夫，啊，你敢显明，敢伫遐点讲我是啥物人的学生，我是啥物人的师啊？同款意思，你要甲人讲你是基督徒，啊，你先证明互我看，你有三条，啊，这个意思是安尼。啊，所以，伫今仔日咱的宗旨要就任，啊，咱三教咧学习讲，咱的教会，什么款物件是咱上会当摕出来品牌就对，咱的招牌是什么上好？啊，咱讲啊，照耶稣的话来讲来做，安尼就对啊。啊，所以。咱来学习吼，学习讲，即个是耶稣互咱，伊讲一个命令咧，伊毋是干那讲你爱显明，互人知影我是耶稣的学生，安尼哪了？伊是讲我，互恁一个命令，什么叫做命令？命令是无做袂使哦，命令是吼，你着爱照安尼行，命令是无打折扣的，命令是无三七减租的无啦。是因为我尽力做，我尽我的气力来做，啊，这拢是圣经互咱真明显、真单纯，嘛真好清楚的教示。但是我都有讲过，清楚简单明了的教示，颠倒无好做，无好做是因为毋是咱家己的气力会当成就的，所以咱先过来复习一下。早期初代文道时代的教会，因安怎做？啊，咱安怎甲学习？啊，咱就知影讲哦，啊，原来耶稣爱咱做是这啦。初代教会是一间健康的教会，因为因行出侪的新约，所以呢，初代教会因行新约技术，传播迄个驱动力，迄个力会当做会出来。互人见证讲啊，这个真正是耶稣的学生啦，是完全是顺服伫圣神的掌权甲带领。换一句话来讲，耶稣的学生三堂句对伊学习所有的知识材料，啊，毋过都还未出师，是安那未出师？伊欠缺迄个灵魂，欠缺迄个上重要的中心的思想，欠缺迄个源头的气力，所以耶稣讲叫因就爱伫耶路撒冷听候，讲当圣神临到恁的时阵，恁就会得到能力。安尼即话，这道理是简单搁真鲜明啦。使徒行传2章43到47节，拄则咱敢若读2节啊，定那完整是对43节开始，就是咧记载这段真激励人的故事，激励人的故事。啊，咱经节。会当规段来读，但是咱甲分段来了解到底因做甚物。头讲使徒因行足侪新约技术，所以人因为安尼去敬畏的心。意思你什么凭据？有法度通见证耶稣的学生是比我这犹太教徒较后？你圣经敢毋比我较熟？伫教会圣殿祈祷，你敢毋比我较侪？哦，这爱拢会比较一啦。但是，文道用新约技术，互因遮个人看见讲，哎呀，即款信仰都毋是一个仪式，也是一个传承啦，听，也是一个标本诶，啊，一个教会诶，一个安尼足老热的敬拜，是真正活出新约。新约技术就是人做袂到诶，上帝互因来做，因为因是圣神降临，互因得到即个规律，所以互人敬畏的心。毋是因有啥物款材料啦、财力偌济啦，
人偌济是因有惊神者，这是圣神在做工，所以人就敬畏的心啊，这阵人甲人无共款。第二，因有三疼，所以全体信徒继续讲伫一个所在过团契的生活。团契就是互相三疼，敢毋是？互相关心嘛。所有的物件讲公用呢，哇，这个代志吼，敢好做吗？啊，佫有咧，第三项讲因佫袂加产田产啊，这是国语的。田园家业讲照达人的需要，甲钱分互大家。有影，这事拢是真理想。2000年来有足侪迄个哲学家，嘛足侪遐个政治家、行动家，拢感觉讲即款的世界有够好诶，吼。早前有人讲这是 utopia， 就是乌托邦的世界，吼。后来互人发展个共产世界，这拢是理想拢真好，但是常常到最后拢失败。拢收起来，但是姊妹，你敢知影目的？伊原因是啥物？人的理念、理想是好啦，但是行出来，人的有限、人的不足、人的罪性，直到你做了无好，做了说原来你的理想说变做败坏，你要亲像初代的信徒安尼有法度通好。行神者技术，也有法度人做团契生活的公用，佫会当甲遮个钱拢卖去，遮个物件拢卖起来作为公用，人的开力做袂到，坦白讲，做袂到。这若无圣神工作，无圣神即个道成肉体伫你内面，人无法通做上帝的事啦。所以伫历史上足侪即款的理想世界，拢消失去啊。你毋知影？中国头一个基督教团体是什么团体？就是洪秀全。洪秀全这个革命吼，差一点甲清朝就并倒去啊，毋是孙中山呢。所以有可能迄阵国父是洪秀全呢。因初期是咱一届招遐尼侪人来，因就是用即款理想的世界。哇，迄蓝图有够水的。迄阵吼，规个中国南部的遐百姓，大家都无通食，无通穿吼，也要死啊！所以看到这种世界，大家嘛要。所以即款历史一直演变，佫较毋免讲现在中国到底是啥咧共产啊？拢是遐个好野人，官二代咧趁钱啊，对毋对？好野个拢因啊。所以这个毋是讲即个制度甲理想，是因为。咱无上帝形象，请会记哩，你毋通做啦，愈做是加了亏的。所以重点伫遮，今仔日咱伫信仰上要先看无家己，先承认咱家己的不足，咱才会堪得做主的工。你若是讲这我也足够啦，我这来厉害，我这读到博士啊，逐项嘛会，你就先准备失败，先准备变的。这个基督徒。因当初是讲同心合意，日日伫圣殿咧聚会，日日哦，佮分别伫达人的家内分享爱宴，一面伫圣殿敬拜上帝聚会，一面佮伫人人家厝伫迄个所在分享主的听，佮安那呢？大家拢无有私心啦，讲用欢喜纯洁的心做伙食、啉食，哇！毋是因搞呢，因进前佫有毋认耶稣的呢，进前佫有耶稣受定的是走了的呢，拢是因为圣神，拢是因为圣神，拢是因为圣神，甲因改造。所以咱若无对即个源头去找，什么的制度、什么理论，拢真好啦，但是做袂到。所以伊讲上赞上帝。因甲人人拢保持和睦的关系，大家拢足相疼，大家拢真和諧，拢无冤家娘济，讲主就日日甲得救的人数加互因。换一句来讲，咱的富强教会毋通成功，咱教会要人数要增加偌济，请问才讲这，也是讲咱教会要偌大建偌大，咱成功，咱有相疼无？咱有得到人的即个介意无？
咱有和睦无？咱有真正行出上帝的疼无？若有吼，伊就健康，咱只健康就会大。有时我看到较早教会牧会的青年，即马结婚啊，生囝，隔无偌久，看咧，哇，这个囡仔大汉甲真古锥吼，安尼。昨牧师去参加一个以前教会的青年的婚礼，哇，看到较早的青年现在结婚啊，囡仔古锥到安尼足活泼，感觉心内足安慰、足快乐，因为这个囡仔健康，伊就长大。所以兄弟姊妹，咱时间的关系，咱就无复习。你有闲甲这段经节，较接复习一下。第43节开始，就是拄则牧师讲的这5点，这5点安尼。所以兄弟姊妹，咱真盼望咱今年对中集开始，牧师兄弟姊妹，大家人用这个当做咱一个努力的目标。努力毋是讲牧师定讲活出疼，讲吼，咱生仙气啊，讲拢安尼有喙无烂，毋是啦。活出疼就是活出圣神，活出上帝道成肉体伫我内底有偌济。你若无追求，讲拢假讲的，因为拄则咱读的这个启文安怎读？伊讲。我若会晓讲人的语言，甚至天使的语言，若无忍耐，我就亲像罗得但喇叭在响。我若有传达上帝信息的文字，会了解逐款奥秘甲逐款的知识。我若无够格的信心，我若有够格的信心，通移山倒海，若无忍耐，我就无路用。我若是所有的财产，用摕所有的他人去救济。也是献身躯互火烧，若无忍耐，对我拢无利益。有影？忍耐若无伫你内底，外表拢是一个表演，外表拢是空话，外表拢是一个要互人安然的心的。因为你无实质，你无内力，所以咱若一句话甲改做讲，若无圣神，嘛是同意思哦。我会晓讲天使音语。我会晓讲这个非常好的言语，但是若无圣神，我就做袂到，因为拄则咱看这个逻辑讲恁若有三疼，就是证明我有伫恁的内底，恁有活出上帝的款式。所以你嘛会使讲，恁若有圣神，恁就会当活出上帝。活出上帝的形象，所以咱真期待，咱一个努力的方向甲目标是咱富强教会成做一个活出疼的健康的教会。今日咱中集要就任，有3位长老、4位执事要就任。我嘛讲，借这个机会，大家搁互相勉励，咱的教会让建立一个活出疼的文化。拄则我一直重复讲疼的能力啦。这个疼的能力，毋是用你的意志，而是用你的修养，也是用你的知识，这拢无够。你要有圣神的同在，你要有形成一个新的道成肉体伫你内底。所以咱毋则讲，要有这款的能力，你要受圣神更新。基督徒，所以这是为何咱旧年底，咱会请林志远牧师特别来操练咱教会这的兄弟，特别是新受洗礼的兄弟姊妹。今日咱嘛有新受洗礼的兄弟伫来遮，到底是我是要甲你上几课，你才会当成做基督徒？到底你来参加礼拜参加几摆才是基督徒？这拢是基本条件。上重要的条件是你经历圣神，所以这是遐重要。讲新洗礼会友，咱爱先互伊做全人更新。毋是讲这个全人更新，我介绍有啥物魔术秘诀，一个就来啦，毋是啦。迄个原理是在伫倒位呢？原理是在于，互你检验家己到底我的道成肉体成分是5%、10%、80%，差偌济？因为你家己若有属灵的一个温度计，你就会晓。所以咱这个全人更新营，就是训练每一个会友、每一个信徒，家己会晓去验证家己圣神慧力的成就。
啊，互你家己，意思讲你摕到迄个锁匙啊，你伫家己的生活，伫你的密房咧祈祷读经，你拢会去经历着。啊，那安尼就免拄着问题啊，来找长老，来找牧师，讲我答要安怎？因为你家己已经有迄个甲上帝结连的即个能力，甲祈祷的开力，所以你就会当一直伫你的生活中来显露出来。所以咱若是一直上课，一直知识，你甲他头壳大，剩的无力，所以毋通做一个头壳大了的基督徒。咱讲爱一个有行动力的基督徒，就是这样意思。可能你话语讲无几句，无啥会晓讲，但是你都活出耶稣基督的款式，因为你有用行动来证明你是耶稣的学生，比一个讲话头头是道讲啊天花乱坠，听了好耳仔啪啪啪，但是做的都无共款呢。咱台语有一句话讲了足切实的，伊讲的一本机，做的一汤匙，这拢是咱生活中咱的经历吧。这个经历就在于讲，哎呀，请你唔通因为讲这无路用啦，无路用。咱先承认咱家己真正有亏力，敢若做一汤匙啦。你要互圣神甲你同在，你才会当做超过一本机啦。这个意思是安尼。咱基督徒当你承认你家己的不足，你拼空家己，所以耶稣基督伊讲伊反倒虚己，意思是讲伊拼空家己，上帝的能力毋则伫伊身上做工。所以呢，我希望咱兄弟姊妹，咱进前有一句标语，大家听了感觉足实在足贴实际的讲。脸甜、口甜、心甜呐！哇，面真好笑哟！嘴足甜，我的心爱甜。这三项是连做伙。兄弟姊妹，你若看到一个人面甜、嘴甜，心无甜，安怎？这款人是什么人？这款人就是准备要趁你的钱的人啦。敢毋是？伊有目的嘛？伊有伊心内迄个动机嘛，有可能是颠倒是迄个骗子才会安尼咧，对毋对？你看咱足侪人互骗去啊，连咧大学教授嘛互骗去啊，有可能即个人会晓面甜嘴甜，但心干巧啦。所以基督徒，你的动作应该是安尼，宣德念是安尼讲你爱先操练心甜，敢毋是？你先爱操练圣神伫你内底。你的心甜，毋是家己会晓淋什么糖药，毋是啦，是因为圣神伫你的同在改变你，你自然心有甜嘛。迄个亲像咱现在足侪咱现在现场足侪医生，伊要教你健康伊毋是药一定互你食啦，敢毋是安尼？伊一定叫你饮食健康，你的即个作息你的营养你顾好，你就免来看医生啊嘛。所以同款意思，基督徒要活出疼，你若心无甜，心若要甜，就是爱有圣神做工，因为你是一个内在的行为行动，所以你才会当敢若伫教会中，搁甲伫你的日常的生活中，有影？这句话嘛是足要紧因为真侪人家己咧做检讨，讲有可能我是敢若做一个礼拜日的基督徒，我一个出礼拜堂，我就变回原状啊！哎呀！无一点基督徒的气味啦，这咱毋通见怪，你我拢可能是安尼。请会记你，咱爱常常圣神充满。兄弟姊妹，咱毋通有时甲一句话当作是一个安怎讲呢？负面的表示啦，毋通当作负面表示。咱拢着做圣神充满，就是规拢倒去啊，无就安尼身躯伫遐准，毋是啦。迄是一个外在的形象尔。真正圣神的充满是。你有活出疼，你有活出耶稣基督的款式，你是叫做耶稣基督的学生嘛？所以，伫你的生活中才会当形成。安尼才真正你的心甜是真的啦，你的心甜是实在的，心甜是圣神咧叫你做工。兄弟姊妹，我最近有一个感觉事实咱的教会嘛有一款情形啦。虽然咱教会即马2场礼拜会友遐尼济牧师真正无法度一个今日你有来，今日送有来，有的牧师较早足骨力虽看你无来，就明仔载敲电话互你
牧师真正即个能力无够啊！礼拜煞有诶兄弟对5楼落去，有诶对即边落去，有诶对2楼落去。啊，牧师敢若徛伫楼梯边嘛，无法当看到大家。但是我普知影有会友无爱来教会，有会友无爱过来咱教会礼拜。我毋知影什么原因，毋知影什么原因。当然，若是牧师有什么失错、甲不足，请大家原谅。毋过，我会当整理出一个，整理出一个结论啦，人因无愿意来教会，真少是怀疑圣经，真少是怀疑上帝。颠倒上多是啥物？就是因为咱基督徒伫痛心做负面的见证。毋知兄弟姊妹，你有同意我讲的即句话无？我毋来啊啦！我若看到迄个吼，血也就悬啦。啊，请问安尼是有活出耶稣基督的疼无？有比数相疼无？有心有甜无？有圣神同在无？其实咱无一定爱讲，伊讲即句话，就是别人毋对哦。有时是因为家己的心有苦毒，人一句无心的话，伊听落到底，好像是一支大个杠槌甲讲一个安尼。啊，这拢是因为圣神无伫你内底的原因啦。所以即句话你若同意，请咱家己细致讲啊，我是毋是暗中得罪人，互人因为我来跋倒？但是咱爱检讨。我有一个牧师咧讲。有人会友拢会怨叹讲，牧师啊，咱教会某物人哎呀，迄有够歹，逐项歹安尼毋来啊啦，安尼。啊，即个牧师甲伊足熟，伊就坦白甲讲，伊讲你若无来，即个教会就平安啊啦。安尼什么意思？常常讲人歹的人，拢是家己歹大声，拢无咧注意。但是咱基督徒袂使讲啊，拢你歹，啊，到尾嘛是，用个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敢毋是？所以一间疼的教会，请会记咧，毋是大家拢爱规矩矩矩掂掂，啊，亲像迄集中营，拢袂使做啥货。人的世界就是安尼嘛，就是你我拢有得罪的所在，有无好的所在，讲话互你无爽快的所在。但是搁较重要的就是。会晓互相赦免啦，敢毋是？啊，咁啊冤家到底是会有啥物代志人冤家甲你若无和好吼，即个夫妻是做袂落去。啊，就是会互相赦免嘛，爱当接受对方的不忠嘛。啊，教会就是安尼，教会就是爱互咱去看见上帝的形象。但是我讲即个，毋是咧批评咱的教会。因为咱的教会，互人家学了讲啊，我看恁的教会足温暖的，看到兄弟姊妹啊，足有疼心的。我是要讲这啦，咱的教会若搁加强迄个疼心的热度，人就会讲，哎呀，这间教会有上帝啦，这间教会有上帝的圣神伫遮，啊是看这个礼拜堂有上帝吼，当然是看你我对不对？咱人所活出的，因为咱就是看见讲，有时我连无细字嘛会去得罪人，所以我就是上帝求你，互我常常有圣神的充满，迄真奇妙呢。因为我有时讲话去得罪某啲人，我家己拢毋知。但是你若祈祷，上帝啊，我是毋是有啥物所在失错？圣神啊，晓悟我，提醒我。突然间你会浮出来哦。假使我倒一日讲迄句话吼，迄姊妹一个面纸捏落去，赶紧去找伊。甲伊背回讲，是嘞，迄天可能我安怎讲无好势，啊，这个拢是叫做修补嘛，咱教会家己嘛，我有听咱遮的资深的长就讲，咱的教会有一个疼的气力，遐忧伤，也是遐拄着艰苦、拄着破碎的，得到医治，啊，这都是疼的证明啦。时间的关系，我用一个进前无偌久读到的一个见证。是新竹北门教会，北门圣教会啊，伫新竹哦，这间叫做北门圣教会。
圣教会60年的历史，因对50个会友成长到1000人的见证。啊，这是因教会这个牧师，就是这个穿乌的这个牧师吼，拄啊退休，去年退休8月退休。啊，伊这会友因洗礼拢爱去穿洗礼服哦吼，啊洗礼的这个奖片啊吼。啊，这是因开拓的时阵的北门教会吼，啊，迄甲咱较早富强教会咧开拓同款啊，迄翕相拢差不多安尼吼。啊，即嘛因变安尼，原来是离竹科啦，离竹科诚近，吼，竹科诚近，因起做一个会当1000人的教会。啊，现场啊，毋知是起好未啦吼，也是现场啊。啊，这个牧师退休，啊，这是退休的时阵，因才中级献礼送这个牧师一张100字啦吼，100圣经的字安尼。简单讲，这间的教会吼，的牧师叫陈正阳牧师，我是毋捌的，我是看这个报道，感觉真感动，我应该分享给大家啊。伊讲伊30年前来北门圣教会，差不多50-60个。去年8月25，教会庆祝60周年吼。啊，陈牧师交棒予一个新的牧师叫董德光牧师啦。会友甲青少年甲儿童拢总1000人，30年成长20倍。啊，当然这是一个，互咱感觉真新鲜，嘛是真尊敬吼。因有这样一款的进展吼。虽然人数无代表什么，但是若无人数吼，拢无代表啥，敢毋是？这个陈正牧师人甲访问，伊分享讲，因的教会会有这款的成长，教会文化就是关键。伊讲伊的教会无有啥物秘诀，也无啥物人讲足请呀迄种形式啦，啊，讲互人感觉讲啊足迄个伊拢足低调就对啦。但是伊讲因是营造一个温暖甲尊重的环境。互人足欢喜来到教会这个大家庭，足爱来。伊讲，教会是家庭，这观念足重要。因为你生源伫基督的内面，拢是生命的共同体。啊，所以大家彼此邀请、接待、关心新朋友，拢是总动员的服侍。兄弟姊妹，我感觉伊在讲的见证，甲咱富强教会足类似的。咱的教会的新朋友关怀嘛足强的哦，吼，真侪会友是因为新朋友关怀就留落来。但是我看见这间教会吼，因毋是干那新朋友关怀团队的关心哦，伊是所有的会友。当牧师咧介绍讲啊，今仔有新朋友伫遮，毋是迄几个代表去关心尔，伊是所有的会友看见这个拢感觉热情的邀请，热情的关心，热情的甲伊招呼。啊，当然，这个外在原理是哩，这个圣教会拄好伫竹科啦、竹科附近，吼。啊，所以自然这个环境足侪，你少年的知识分子拢搬入来。但是少年人知识好，足聪明，伊敢袂敬教会，伊会敬啊。啊，教会遐侪敬，倒一间较好啊。啊，我来到遮冷冰冰，也无人要插我。啊，对头到尾，我离开拢无人知。啊，是一个充满热情。充满着爱心，充满着关怀，啊，这个关怀队吼，当这个新朋友第2礼拜来，就有人叫伊的名，你看伊会恶心袂？因为有人刻意，有人在意，有人重视，知影新朋友来厕所无自在，但是看见我安尼用温暖的甲伊讲话，伊讲啊，这就是我要来的家啦。啊，所以这间教会。外在环境是新的移民入来，内在环境是因有家庭的这个气氛文化，所以就慢慢来得到成长。所以这个牧师安尼讲，人会入来到教会留会条，除了主这个讲台真看重、真要求，吼啊，牧师讲道吼，毋是讲遐破破，是真正把圣经的话讲互大家听，大家照安尼来行。伊讲这互人来看见上帝话，拄着上帝话，然后内部的教会文化是真正带动成长的关怀要件，就是带人拄着上帝的听，拄着上帝的话，佮拄着上帝的听，两面三配合才会当成功啦。啊，若无就是我讲，亲像在响的喇叭嘛，在弹的锣尔嘛。
你讲阿婆书伫顶悬讲啊安尼哦，非常的头头是道，但是下面吼冷冰冰，啊叫恁听，啊下面冤家娘济，安尼哪有可能？啊，所以就因为这间教会有一款的彼此相听和諧，用这间教会和諧合一，北门县教会的内面讲伊几乎无看到袂合啦，大家拢足相听。伊讲大家真担心，所以牧师讲因是用笨拙，咱知影这笨拙是迄个保罗先生互咱的一个主题呢。我看家己无啦，看别人比我较敖啦，尊重别人啦。有一个标语讲吼，咱做着什款代志有成果吼，荣光归上帝啦，功劳归同工啦，喜乐我家己啦，安尼。啊，拢是即款的人的心态。当然，即个教会就无冤家娘济啊。所以讲吼，伊真少看到教会同工甲会友吼，安尼迄人际关系足对立的。因为大家拢真单纯，兄弟姊妹，咱真希望今仔日中集就任，咱也甲这中集互相适用。伊小等要请咱做伙适用，咱做伙用这个努力来目标，是追求圣神的同在，上帝生命伫内面，你就会当活出耶稣基督的款式。因咱小等的吼，有要就任式，牧师先带咱做祈祷，然后再来吟这首诗歌，啊，咱请。咱新选出来的3位长老、4位执事，伫小等的吟诗的时阵，咱尽量来到头前，因为爱分2个阶段来就任，然后佫有煞接咱的大导团吼要就任吼，咱大家来祈祷。主我的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互阮看见圣经，互阮明明的教示，毋是阮知识上毋知影，是阮若无有圣实的充满，有道家肉体。阮就无法度通真正活出耶稣基督的款式，用耶稣基督的听，互相听，教会兄弟姊妹合好，互人见证，阮就是基督徒。主啊，愿你互阮搁一遍来回顾、回忆，也是学习初代教会因互圣神充满所带来的改变。阮教会兄弟姊妹，大家拢要谦卑讲，圣神啊，我有不足，我内面有污秽，我内面有杂质。我有内面有我家己的固性，我的骄傲，我家己做歹，圣神啊，甲我清掉，互我清气，互我有圣神自然的内在，就我要活出耶稣基督的款式，我要有嘴甜、面甜、心也甜的生命。我要为着这个中集来做誓约，愿主你亲自赐福保守，也互因会当。照主你的教示，会当真侪教会的圣工的模范。即阮上时伫祈祷中，也少念阮伫几日前发生的国军将领来失事，来失去生命，求你将平安赏赐这为族，也赏赐即个平安伫阮的国家。阮也将11号要举行的选举交托你，我伫祈祷中所看做理想的候选人，阮要投的票，主你的圣神也启示阮，阮心真正有十足的把握。主，阮也求你来怜悯，也互阮台湾这个社会，无因为选举产生真侪冲突、攻击，也是彼此来拆你。阮拢共同为着爱这个岛屿，爱阮的国家，爱阮的台湾。阮贡献出阮家己无共款的温柔甲快乐，互你的名祝福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拢活出主听的快乐。感谢基督靠耶稣。